歡迎大家收睇賽馬分析學呢個頻道，會喺每個賽日之前分析精選馬匹。如果大家中意，可以訂閱呢個頻道作為支持。適逢農曆新年就快嚟啦，咁喺度同大家拜個早年先，咁恭祝大家馬運亨通，財源廣進。咁2026年2月19號沙田日馬，我哋講講第1至第11場。咁第一場5班草地1,200米，咁講講8號首進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414，首進排2檔跑第5嘅。係3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，領航傳奇淺藍衫稍為慢啲嘅，順善寶響外邊尾二啊。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紅黃繽紛，中間全神貫注，外邊飛黃最出眾嘅隻肥仔精神搶啊！內欄紫色眼罩走咗上嚟啦，就常常感恩啦。馬林中間呢，咁藍衫黃帽仲有首進呢，大約跟住個第5、6位度啦。中間位置仲有歐洲傳奇啊。咁再見到內欄嗰邊啊，就美神來啦，大約尾6度嘅，響外邊灰色衫，大約尾5係呢隻旋風傳奇啊。後邊4匹馬海洋帝君啦，領航傳奇啦，暫時殿後一隊粉紅眼罩工程小子向尾二啊。咁啊內欄暫時殿後係順善寶嚟㗎。好啦，咁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呢，咁啊見到位又係呢隻飛黃嚟㗎，響外邊肥仔精神啊，第3位啦，內欄就常常感恩啦，第4位中間有紅黃繽紛啦，攞出去外邊第5仲有不假外求啊，內欄第6位嘅馬藍衫黃帽就首進，等入邊美神來移出嚟中檔紅眼罩歐洲傳奇馬林後邊啊，先有順善寶，外邊啲馬浸浸冚啊，全神貫注橙衫藍帽衝上嚟，咁啊見到順善寶壓緊位，出邊呢旋風傳奇啊撞佢，最後100零米透出嘅馬呢就全神貫注啊，中檔位置順善寶追緊，外邊仲有旋風傳奇啊，串內欄上係美神來，接近終點先拔頭籌嘅馬係全神貫注啊，順善寶包尾衝上嚟跑第2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,400米，騎師係麥文堅啊，一起步推騎搶位，前段中間位置跑，咁貼住欄有遮擋走嘅。一入400米左右就買馬群中發力衝刺，隻馬一直衝啊，一直有走勢，最後攞第5。今場跑草地1,200米啦，繼續排2檔，換上布文騎呢隻馬，咁今場排2檔，有遮擋位置中間走啦，咁正常發揮呢，呢隻馬唔難有3甲，甚至贏出賽事噶啦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，就係5號魅力星、7號南區王、9號東星月。咁我哋講第2場4班草地1,200米，咁講講9號賢者威風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398，賢者威風排11檔跑第2嘅。全熱門係1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躍出啊，咁啊見到快樂神區呢，就中間快嘅，響外邊啊仲有笑盈喜啊，馬林中間呢，嘉應勇士搶埋上去，中間挺秀宏利，外邊啊醒目高球啊，內欄跟住呢隻馬呢，咁啊紅衫淺藍帽係逍遙人生啊，又要威黃衫，咁啊大約跟住個第7位嘅後邊嘅馬啦，內欄綠衫橙帽有情有義，出邊魅力之源啊，後邊嗰5匹馬晉王日響尾5啊，尾4內欄呢，就係金絲藍木啦，後邊3匹馬解馬。賢者威風啦，暫時帶到後係大贏來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醒目高球壓到埋嚟自己帶啦，笑盈喜香港外邊啊，第3位等入邊啊快樂神區啦，揈出去外邊挺秀宏利啦，響馬林中間大白鼻梁逍遙人生等緊位，外邊追嘅嘛有嘉應勇士，出邊賢者威風最出仲有隻晉王日啊，最後200零米醒目高球仲係佔先啊，快樂神區打開咗睇下追緊佢㗎啦，外邊位置逍遙人生亦都上緊，出邊有賢者威風，中檔位置呢仲有隻笑盈喜，最後100零米外邊逍遙人生撻着咗，睇下有冇機會贏出呢場賽事，外邊追上嚟賢者威風，中間快樂神區入邊係醒目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,200米，其實係布文啊，前段後面位置跑，咁貼住欄有遮擋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隻馬抽出大外檔望空發力衝刺，之後一直有走勢一直衝啊，最後隻馬攞第2。今場跑草地1,200米排10檔。咁換上潘頓騎呢隻馬啦，見到隻馬其實有一定質素㗎，每場都跑近啊。今場正常發揮呢隻馬都唔難有3甲，甚至贏出賽事㗎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，就係2號宜昌光輝、3號三強、13號海南寶。咁我哋講緊第3場4班草地1,600米，咁講緊14號滿樂城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400，滿樂城排14檔跑第3嘅。是係3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咧，手到作嚟一檔唔快啊！好啦，前面快嘛，步逐高手橙衫嘅，出邊綠衫森林之王啊，黃衫第3位平海之星啊，出邊黑衫火悟空啊，中間走咗上去淺藍帽戴面箍進佔第4位天蓬貓啦，中檔位置奮鬥輝煌埋邊榮耀掌聲啊，出邊啊機械之星淺藍帽嘅，內欄綠衫紅帽發財金哥啊，尾5紅衫粉紅帽香港馬林入邊呢，仲有黃金騎士啊，後邊4匹馬勁進天下揚威四海啊，暫時殿後滿樂城同埋咧出
就唔快嗰隻手到再來嚟㗎。好啦，過1000米嘅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平海之星嚟嘅，跟住喺第2位就森林之王啊，內欄第3部族高手啊，機械之星跟住個第4啊，內欄第5嘅馬仲有奮鬥輝煌，第6位就天蓬貓，第7位紅衫粉紅帽呢就黃金騎士啊，內欄有發財金哥，中間夾住綠衫黃帽呢，仲有榮耀掌聲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火悟空外邊嘅尾5啊，再後邊嗰4隻內欄揚威四海，大面箍黑衫黑帽中檔呢，大約尾3尾4到啦，仲有勁進天下，大外檔係滿樂城啊，咁啊響後邊嘅馬係手到再來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平海之星佔先少少，森林之王上緊嚟，中間有機械之星，天蓬貓亦都衝，響外邊位置就黃金騎士，最出仲有隻火悟空，響入邊冇乜位呢，又要捐翻入去榮耀掌聲啊！最後200米幾隻馬平排衝刺，外邊火悟空個去勢相當勁啊，入邊有機械之星啊，再見到中檔位置嘅馬呢，仲有黃金騎士，入邊呢森林之王，出邊滿樂城，入邊呢仲有部族高手，贏馬嗰筆落翻班呢，就係呢啲火悟空贏啊！咁呢隻馬上場賽事，沙田草地1006米，騎師係楊明倫啊。前段後面位置跑噶嘛，二疊位置跟跑有遮擋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抽出大外檔望空發力衝刺，咁啊之後一直有走勢，最隻馬呢追過第3翻嚟。今場跑草地1006米啦，繼續排9檔，換上班德禮騎呢隻馬，咁啊排9檔喺中間少少位置走啦，咁啊最緊要直路走到3位衝正常發揮呢，呢隻馬呢後勁凌厲，咁啊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噶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3號8千財星，6號本領輝煌，8號彭越。咁我哋講第4場4班草地1002米，咁啊講6號寶城志好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405，寶城志好排8檔跑第2嘅，係8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彩虹七色粉紅眼罩內欄嗰筆咧就唔算好快，響尾3嘅。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內欄位置就棒糖啊，外邊呢有呢隻就傳承效應啊，包裝天王響中間第2位啊，百里王外邊第4啦，第5位內欄仲有好精神啦，中間白衫黃帽呢，咁啊仲有呢隻呢就你知我得啊，跟住個第7駿馬之寶啊，內欄第8位啊粉紅眼罩呢就彩虹七色啊，尾4外邊寶城之好啦，後邊3匹馬電門精英鄉村樂韻啊，暫時殿後明月清風嚟噶。好啦，過呢個600米段處啦，放頭跑嘅馬係嗰隻棒糖啊，跟住喺第2位就包裝天王啊，外邊啊有傳承效應走上去啦，內欄第4位就好精神啦，冚出邊嘅馬啦，有駿馬之寶、百里王馬林，中間黃帽白衫你知我得啊，咁啊揈出去外邊追嘅馬有電門精英啊，再等入邊啊粉紅眼罩彩虹七色嗰啲馬。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棒糖就擠嚟咗大約個零身位嘅傳承效應開始追上嚟啦，出邊上嘅馬有駿馬之寶啊，外邊灰馬呢仲有電門精英啊，內欄位置打上嚟仲有好精神啊，最後100零米棒糖拋離群區贏馬，跑第2名嘅馬呢相當接近啊，外邊寶城之好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馬地草地1002米，其實係潘頓啊，前段後面位置跑咁啊2疊有遮擋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中檔望空發力衝刺，咁啊之後一直衝啊，最後隻馬攞第2啦。今場轉過嚟沙田跑1002米排10檔。潘頓繼續騎呢隻馬，咁排10檔，只要呢隻馬有遮擋走，直路走到3位衝正常發揮呢，咁啊呢隻馬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噶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係4號馬鳳凰、5號巴閉哥、8號不勞而獲。咁我哋講第5場4班草地1002米，咁啊講3號線路英雄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355，線路英雄排5檔跑第2嘅，熱係1，好熱添啊！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埋邊鋭木擺前啲，中間呢仲有呢隻有聲有色啊，響外邊紅海風帆啦，第4位埋邊團結戰寧啊，中間進佔第4藍衫藍帽隻冷蛙嚟噶，中檔仲有呢隻線路英雄，出邊白衫走上去就酷霸王啊，後多浸嘅馬啦，黑衫馬冧中間啦，咁啊有呢隻勁進傳奇都片嚟片去啊，跟住佢後邊嗰隻呢，就我最好呢都頂到彈下彈下，咁啊埋邊有普魯托斯啊，外邊係手錶之星啊，尾3大眾快區後邊2匹馬。騰達勇士埋邊，外邊係士登嚟㗎。好啦，轉緊彎差唔多入直路啦。瑞木就貼欄放，快過你隻紅海風帆啊。跟住第3位埋邊係有聲有色啊。淺藍帽中檔第4位係冷蛙，響入邊仲有呢隻團結戰寧啊第5嘅，中間線路英雄啦，出邊係酷霸王嗰啲馬，鬥到嚟最後200零米啦。前面瑞木呢走甩咗個幾身位啊，冷蛙開始響中檔推進追緊上嚟啦。後邊嘅馬中檔位置係團結戰寧啦，外邊係線路英雄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冷蛙個去勢相當凌厲，換埋腳彈甩咗少少啊！埋邊有鋭木，出邊追上嚟嘅馬線路英雄接近終點冷蛙贏啊！跑第2名，外邊追上嚟有線路英雄啦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002米，其實係楊明倫啊，前段啊中間較後面嘅位置走啦，咁啊沿途啊
二碟位置跟跑，咁啊有遮擋走嘅。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咧抽出中檔，咁啊望空發力衝刺，撒開大步之後一直有走勢啊。最後隻馬攞第二，今場繼續跑草地1002米啦，排一檔。楊明倫繼續騎呢隻馬，咁啊排一檔啦，一定有遮擋走啊。最緊要咧直路有3位衝，正常發揮咧呢隻馬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噶啦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1號跨境駿馬，5號天天有福，9號翠湖烈風。咁我哋講第6場2班草地1006米馬連杯，咁啊6號太陽勇士。講講呢隻馬之前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407，太陽勇士排7檔跑第2嘅。對起步，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最外檔嗰隻銀亮奔騰，咁啊都要縮住嚟跑噶啦。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中間係新二馬嚟噶，響入邊非為僥倖都快，咁啊大約第3位啦。出邊黃衫嗰匹呢就太陽勇士嚟噶，中檔第4有智取神驅啊，內欄第5橙色衫就喜蓮勇敢啦，尾3位置白衫紅就大浪淘田啊。暫時墊後一對馬，灰馬太易穩啦，縮咗喺後邊，係嗰隻銀亮奔騰嚟嘅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002米段處咯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嗰隻新二馬啦，咁啊截離咗大家個零身位嘅非為僥倖咬住第2啊，太陽勇士啊黃衫第3，內欄第4位紅眼就係喜蓮勇敢啊，第5位就智取神驅啦，後邊3匹馬分別係大浪淘田、太易穩灰馬呢響內欄嘅尾二啊，暫時墊後仍然係銀亮奔騰嚟噶。好啦，過呢個800米嘅段處啦，大家位置上面都定晒噶啦，放出嚟跑嘅馬係新二馬嚟嘅，非為僥倖跟住第2啦，埋邊又上啲咯，喜蓮勇敢第3，出邊第4太陽勇士，後邊第5智取神驅，內欄灰馬尾3太易穩啊，褪咗落後邊嘅馬係大浪淘田啊，墊後嘅馬匹仍然係大熱門嗰隻銀亮奔騰嚟噶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非為僥倖出咗2踏走啦，跟住後邊嘅馬有太陽勇士出邊追，涉內欄上有喜蓮勇敢，灰馬中檔追太易穩，出邊嘅馬呢仲有呢隻就大浪淘田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非為僥倖仲有1個馬嘅優勢，外邊太陽勇士起勢追緊佢，後多層嘅馬仲有大浪淘田接近終點，非為僥倖咁樣贏法唔係僥倖噶咯，外邊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馬地草地1650米，其實係幾人安啊！前段係前面位置跑，咁啊2碟跟跑有遮擋走噶。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抽出中檔望空發力衝刺，之後隻馬一直衝一直有走勢，個走勢好吸引。最後隻馬攞第2啦。今場跑草地1006米，潘頓呢騎呢隻馬啦，咁排2檔，只要前面位置走，咁啊有力突圍嘅，應該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係2號和平波、7號遨遊武士、11號喜尊龍。咁我哋講第7場4班草地1004米，今日講9號幸運愉快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378，幸運愉快排1檔跑第3嘅。準備，黃琪琪，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粉紅衫元好運慢咗啊！前面快噶嘛，風火猴王放啦，粉紅眼罩第2位威武年代啊，出邊走咗上去藍眼罩嗰隻呢就泰盛區嚟噶，內欄第4幸運愉快啊，出邊有喬峰啦，中間夾住大約第6位呢，仲有金運來啊，內欄第7年年風雨第8位63白帽呢就海船幸運啊，後邊嗰6匹馬啦，咁啊分別有呢隻呢就係外邊位置人人有餘嚟噶，尾5就翠盈啦，尾4呢就的愛好啊。後呢個馬匹啦，元好運內欄尾3粉紅衫淺藍帽嘅，外邊都靈冠星啊，咁啊中間夾住係嗰隻精彩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風火猴王就貼欄放嘅，跟住喺第2位有泰盛區啊，內欄第3幸運愉快啊，粉紅眼罩第4個威武年代啦，埋邊藍眼罩第5有金運來啊，出邊係喬峰啦，咁啊見到人人有餘要攞出去啦，馬林中間等緊位有海船幸運啊，揈出去外邊追嘅話有都靈冠星，最出係元好運嚟噶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風火猴王佔先咗大約有半個身位嘅，埋邊幸運愉快追緊上嚟，中間有威武年代金運來，出邊係人人有餘，外邊位置呢仲有呢隻都靈冠星，最出嚟元好運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咪威武年代鬥緊埋邊幸運愉快，呢個時候都靈冠星外邊插聲上緊嚟，接近終點都靈冠星外邊冚過晒，跑第2名威武年代，第3名呢埋邊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004米，其實係潘明輝啊。前段前面位置跑，咁啊貼住欄有遮擋走嘅。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抽出中檔望空發力衝刺，之後一直衝啊，最後隻馬攞第3。今場繼續跑草地1004米，排6檔，潘明輝繼續騎呢隻馬。咁啊排6檔，前面位置走正常發揮呢隻馬都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噶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，就係1號威武年代、2號開心5月、4號有型人。咁我哋講講第8場3班草地1002米，咁啊講緊4號3甲之星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356，3甲之星排11檔跑第2嘅。
直路準備，隨時起步啊！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狀元及第起個琴，但係出閘都快嘅。出邊紅衫黃帽會長之寶，外欄白衫白帽就三甲之星啊！入邊嗰幾隻啦，咁啊啡色衫俏眼光啦，淺藍衫領航君子走上去，綠衫跟埋個周，仲有隻天天灑落啊！後邊嘅馬啦，魅力寶區綠衫粉紅帽尾五嘅，中間夾住嘅馬，棗紅衫黑帽咧就郭千金啦，中檔咧咁啊好搶口，黃衫嗰匹就電姿好好啊！外欄兩匹馬領袖勁力同埋隻智勝勳章嚟㗎。好啦，跑咗一半嘅路程啦，前面佔先馬外欄位置就係呢隻領航君子啊，中間呢就天天灑落啊拍住佢㗎啦，中間紅衫黃帽會長之寶數入去狀元及第，追入仲有三隻俏眼光魅力寶區，郭千金亦都入邊追，咁啊中檔位置三甲之星啊冇乜位，最後百零米埋邊郭千金呢騎咗上嚟呢，將後邊個馬群越拋越啦，就贏出呢場賽事啊！第二名啊嘛，外邊依家有位啦，三甲之星第二啊，魅力寶區第三、第四名係俏眼光啊！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000米，騎師係田泰安啊。前段中間位置跑沿途跟跑咁啊有遮擋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隻馬喺中檔發力衝刺，之後一直有走勢啊，最後隻馬攞第二啦。今場跑草地1002米啦，排14檔，田泰安呢繼續騎呢隻馬，咁啊隻馬雖然今場排14檔，但係早啲揾位喺二碟呢中間位置走，咁啊直路走到3位衝正常發揮呢隻馬都唔難有三甲，甚至保中贏出賽事噶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係2號寶駿、6號歲歲有福、13號魯班精神。咁我哋講第9場3班草地2000米，咁啊講緊3號紫荊傳令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403，紫荊傳令排7檔跑第2嘅。大熱暫時係4。好咧，一起步同樣美麗慢啲啊！好啦，前面快嘅馬呢，中間有艾利奧啦、63潮州精神啦，中檔呢仲有飛輪步啊，最出藍衫藍帽就勁進區埋邊啊，駿馬之光啊，內欄橙衫紫色眼罩第5位就加州熱浪啊，中間第6啦，淺紫色衫白帽就紫荊傳令啊，後多站攝咗去內欄同樣美麗，中間龍紋邊影外邊潮州精神啊，咁啊再後多搭嘅馬啦，先嗰啲天然數字啦，後邊嗰4匹安都內欄尾4，尾3就彭財啊。尾二紅衫黃帽一生好彩，暫時殿後超勁赤兔嚟㗎。過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艾利奧就貼欄放嘅，外邊係飛輪步啊。第3位嘅駿馬之光，第4位呢就係呢隻勁進區啊。咁啊再後多層啦，第5位嘅馬有呢隻就紫荊傳令啊。內欄第6呢就加州熱浪啊。第7位外邊呢就龍紋邊影啦，出邊63紅帽潮州精神啊。內欄位置仲有同樣美麗啊。後邊嗰5匹馬天然數字一生好彩呢就紅衫黃帽響尾4，尾3內欄係安都啊，尾2彭財，殿後嘅馬匹呢都仲有一隻超勁赤兔嚟㗎。好啦，正着直路啦，前面艾利奧就鬥緊飛輪步啊，咁啊再見到中間勁進區就開始追啦，紫荊傳令中檔上大白鼻梁嗰匹啊，外邊追㗎嘛，最出係一生好彩同埋潮州精神馬林，中間呢仲有彭財啊、加州熱浪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呢就紫荊傳令啊，外邊一生好彩呢插聲咁追上嚟，咁啊外邊一生好彩追緊埋邊紫荊傳令，第3位仲有天然數字喎，接近終點一生好彩1006米一樣冇問題啊！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山田草地1006米，騎師麥道朗啦，一起步大慢閘啊，前段中間位置跑，咁啊二碟位置呢有遮擋走嘅。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抽出中檔望空發力衝刺，之後一直衝啊，後勁凌厲，一直有走勢，最後隻馬攞第2。今場跑草地2000米排10檔，咁啊好多人都見到啦，話由1006米跳到去2000米掂唔掂㗎？咁啊睇翻佢個血統啦，冇係血統嗰邊呢，其實已經贏過2000米3級賽嘅賽事㗎。咁啊我相信呢，跑2000米係冇問題嘅。咁啊今場由麥文堅策騎呢隻馬啦。咁啊只要呢有遮擋位置走，正常發揮呢隻馬唔難有3甲，甚至贏出賽事㗎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，就係1號君子傳承、2號當年情、8號奔放。咁我哋講第10場3班草地1002米，咁啊13號喜慶寶。講呢隻馬之前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358，喜慶寶呢排14檔跑第1嘅。黃旗居英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慢咗插言之有理啊！前面快嘛，快落神區啦，藍白環間衫擺前啲啦，標誌浩瀚喺中間啦，出邊有同喜，最出紅帽嗰匹就精益大師走埋上去啊！內欄第5幽默大師第6位仲有爆竹啊！出邊啊飛越神希啦，再見到馬林中間日日獎出邊黃衫紅帽喜慶波走上啲啊！後呢個馬匹啦，有實力加啦，尾4睿智多寶啦，尾3非凡勇士啊！後邊2匹馬分別係言之有理，凱旋王姐係暫時殿後啊！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
間，差唔多入直路啦。正益大師就放啦，跟住第二位同喜啊，第三位埋邊啊快樂神區啦，第四位有標之浩瀚啊，出邊啊飛越神希啊，等入邊紫色衫呢，仲有幽默大師，中檔呢，咁啊擺嚟擺去仲有爆竹啊，外邊喜慶寶追啲啦，再後一層仲有實力加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同喜鬥緊精益大師嘅時候，埋邊上嚟有呢隻快樂神區啊，喜慶寶亦都沿住個中檔推進，後多層啊馬仲有標之浩瀚啊，出邊啊實力加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喜慶寶如入無人之境咁一出即勝拋嚟噶，第二名嘅馬呢，標之浩瀚啊，外邊追上嚟仲有隻實力加，第四名呢，好近喎，外邊言之有理中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002米，騎師係何澤堯啊，一起步推騎搶位，前段後面位置跑咁係2碟位置有遮擋走嘅。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抽出中檔望空發力衝刺，之後隻馬一直衝一直有走勢，最後隻馬攞第一，一出即勝啊！見到隻馬有一定質素噶啦，今場跑草地1002米啊，繼續咁啊排7檔，何澤堯繼續騎呢隻馬，咁啊今場呢，跟翻上場策略，咁啊騎師正常發揮呢，咁啊唔難有3甲甚至打贏出賽事啊！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係5號富國兄弟、9號穿甲戰鷹、12號金創福歸。咁我哋講尾場11場3班草地1004米，咁啊講緊7號新力好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404，新力好排8檔跑第4嘅。準備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呢，太力慢咗啲啊！前面快嘅馬富國兄弟應聲彈出啊，出邊呢仲有同心同樂啦，綠野飛馳第3，有呢隻呢有型威馳第4啊！再見到內欄白衫紅帽韋金主上翻啲啦，中間夾住仲有隻靈燈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內欄橙衫藍帽有飛躍星盤啊，響外邊嘅馬匹呢仲有隻成康掠影嚟㗎，中後搭嗰陣嘅馬啦，先有熒光啦，出邊灰馬大眾福星啊，內欄呢咁啊大約尾4呢仲有泰力啦，後邊3匹馬新力好。進跑得，暫時殿後係嗰隻鬥志波嚟嘅喎。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放嗰匹馬呢係同心同樂嚟㗎。外邊第2位就富國兄弟啦，守住內欄第3係韋金主啊。第4位呢響外邊喎，隻綠野飛馳啊。中間第5有靈燈啦，內欄第6飛躍星盤啦。再見到中間有熒光啦，響外邊係有贏威馳啊。攞出去外邊追嘅馬，成康掠影大外檔係大眾福星啊。響入邊等位有進跑得新力好嗰啲馬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同心同樂佔先啊。富國兄弟率先上嚟挑戰啊，埋邊呢咁啊等緊位係韋金主啊，中間有綠野飛馳追緊啦，後多層馬新力好啦，出邊呢仲有進跑得同埋大眾福星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綠野飛馳呢向中間呢穿咗上嚟啊，埋邊韋金主呢揾到個位啦，中檔位置追嘅馬新力好啦，入邊位置仲有隻靈燈，接近終點，綠野飛馳贏出尾場嘅賽事，跑第2名埋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004米，其實係班德禮啊，前段後面位置跑咁係2碟位置有遮擋走嘅。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抽出中檔望空發力衝刺，咁啊一直有走勢凌厲啊，最後隻馬攞第4。今場啦，繼續跑草地1004米，咁啊排8檔，換上何澤堯騎呢隻馬，咁啊排8檔啦，隻馬2碟有遮擋走，直路走到3位衝正常發揮呢，呢隻馬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噶啦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，就係2號綠野飛馳、4號自滿同行、13號深紅紅。咁今集呢分析就到此為止啦，我哋下集見。如果大家中意，可以俾個 like 同埋訂閱呢個頻道作為支持。